兄弟姊妹平安。哎呦，敢若无平安吼！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当你早起目睭拍金，看到出日头的时阵，我毋知你的心是什么款的感受。其实我出门的时阵，看到一满天拢是真清真清。日头真光的时阵，我想起上帝所给咱立的约，伊无要用大水来消灭这个世界。十几天的落雨，我想你的心也真受到真多这安尼闷住吼。所以毋忘咱今日踏着轻快脚步，欢喜的心来到圣殿，咱要伫遮大声来吟诗学罗主。咱来看圣诗51首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咱真实的诗歌，咱来吟第1节到第3节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大主宰，咱都这下就。4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注点身边。又要吟第1节到第3节。我心大欢喜，注点身边。虽然你世界那准的天，最上帝好事，我心。
欢喜，求主延保惠，使我前去。那我无用每日劳碌，为我主耶稣小做功劳。那我无用每日劳碌，为我主耶稣小做功劳。第三册。全心来顺服，万事平安。辛苦我求主，福气无限。今生来健康望出来，念伫主耶稣满心仁爱。但我的保佑，明日劳碌，为我主耶稣小做功劳。闭目心来礼拜。来啊！咱着向耶和华唱歌，向救咱的石盘处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面前，感谢伊，
用诗歌向伊处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吟诗圣诗51首，圣诗51首，圣哉圣哉圣哉，请会众起立。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4篇，启应文第4篇，伫个圣诗的后壁面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译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靠你。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论到地上成的百姓，因是极其好，是我所称心欢喜的。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，因的忧苦要拿地天。伊献订灰的祭，我无要献。我的嘴唇也无提起因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业。我所应得的，你甲我固守。所让予我的地，是伫真水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学乐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。迷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
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摇喘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，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也无互你的性命拄着朽烂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下智慧，互阮明白真理，会当知影家己所辛苦的是虾米款的一位上帝。安尼，阮就知影透过祈祷，要怎样甲你互动，向你超找随时的帮助。求你的圣神带予阮完全的满足，互阮掠着真理的应允，会当明白你利用苦难来铺路，引带阮行入你丰富的恩典内面。所以，阮祈祷是期待对你听的内面得到力量，相信你伫凡事上掌权，会当做超过阮眼界的美好代志。要互爱你的人见证你的信息。天父，你要互阮伫对你美好的关系中间，会当得到这世上上好的祝福，就是背起基督的十字架，然后发现伫其中有大有愿望，会当伫任何处境中享受你的帮助。而且坚信知影，家己刷落来的每一步路，拢会当得到你预备赐下的好处。感谢天父，听我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乌老，圣歌伫位所要乌老的诗歌是感谢上主大恩惠。
感谢上主大恩惠，赏赐阮食拢有，搁使阮勇壮的每一日，拢要开声学乐你，恩典对你来，阮要用感恩学乐。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8节到10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8节到10节，伫酒杯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。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。毋是出地所行，免得人夸口。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，受创造伫耶稣基督来行好事，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，要互咱行伊。讲道，伊个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出死入生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有平安无？我哈真侪人真久无看到牧师的庐山真面目啊！拢喙炎看嘴，应该真久无看到我嘛，是今仔看到我的目睭安尼啊！连续几啊天落大雨，大家有感觉身躯足湿的无？咱教会礼拜堂自从有这个厨师资料一天拢一趟啦。一趟是我因为无时间常常来读，无可能一天有2趟。我早起听魏长老讲因主委大迄所在一天3趟，一天3趟。咱就知影即站偌湿。今日有日头的时阵，互咱感受到今仔日的经文要讲的出死入心，安尼个感受，真实。但是上帝今仔日出日头，互咱感觉哇！迄湿的物件拢走无去啊！要讲到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听的恩典。今日透过你家己的话语，来帮助阮，来开阔阮的心，互阮更较有勇气，更较毋忘。你这个疫情，互人真惊吓的世代；你这个价值观混乱的世代，互阮有毋忘来逃走头前的路站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当始祖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犯罪了后，带来的结果就是互咱全人类陷入罪恶的中间，失去甲上帝的关系，人活伫邪恶的世界，受掌管世界的魔鬼来控制，互咱人照家己的私欲、肉体顶面的需要来生活，互咱看有时享受了荣华富贵、权势、地位，其实过了无毋忘的日子啊！好亲像诗篇90篇第10节，大家拢足熟的一节。阮一生的年岁是70岁，若是勇壮通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忧苦、劳苦、忧愁，伊紧紧就过去，阮就飞去啊！人失去上帝祝福的日子，就是即款的悲哀啊！看咱台湾这个小岛，经过早时战争，外来的统治，渐渐行向自由民主。伫外在的生活，咱嘛是经历了出死较早艰苦、日新的讨棒啊，互咱伫生活中的顶面渐渐真好势。这是互人羡慕的年代啊！咱台湾毋捌生活遮好，这个年代，这是所有住伫台湾这个土地，无管你对着一个所在来的人，做伙拍拼，
来完成的。这个中间嘛，毋是今仔咱住伫台湾这土地人拍拼，嘛真侪对于外国来，还是外国帮助咱台湾。这是上帝予咱台湾这个土地极大的恩典啊！但是真可惜，因为咱人罪性的因素，几十年过去啊，咱台湾继续和政治的顶面的问题，还是族群顶面的问题，伤害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啊！多的对立、冲突来出现，唔知当时的结束。这款情形的发生，搁互咱台湾搁一遍陷入亲像死亡离开光明，行往黑暗的中间啊！这款的艰苦甲无奈，是咱大家爱面对的问题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第2章第80甲第9节，安尼讲，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赏赐，毋是出自恁所行，免得有人夸口。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，当伊伫大马色的路上拄着国外耶稣的恩典的光啊照了后，性命有180度的改变，成做宣扬福音的大使者。保罗深深知影，只有基督的恩典，才会法度互人有改变的机会啊！这是保罗先生家己的经历，嘛是只有基督的恩典，才有法度解决人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啊！所以，当保罗对基督领受使命了后，就开始世界宣扬主的福音。而圣神大开咱的引带下面，教会伫世界所在渐渐来建立、来起造。上帝的名受了高举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拢若保罗同款，经历了出死入生迄款愿望啊！人的性命渐渐离开黑暗、魔鬼控制的日子，行往光明属灵的生命。这是初代教会非常水的见证。咱讲信仰遍地开花。咱台湾150年来，伫早期宣教师，也是咱侪信仰的前辈努力下面，嘛是同款，互咱台湾侪愿意拍开伊心门的人，接受耶稣的人，同款经历因的性命出死入生迄款愿望。但是无书正经有讲，咱人目前活伫魔鬼控制的世界，咱人的心真容易就受引诱，陷入罗网内底。人真容易就袂记上帝接受耶稣予咱的恩典。这嘛是保罗今仔日写这张批主要的原因。第80甲第9节，保罗内底有强调这项代志：恁得到的救恩，毋是出着恁家己，嘛毋是出着恁的行为。救恩的本身是来对上帝来，但是当时以弗所教会内底，无管是外邦基督徒，还是犹太基督徒，因却互相夸口，互相指责，因的信仰开始出现偏差，造成教会内底侪的冲突甲纷争。安尼的对立，安尼的纷争，伫咱21世纪的教会，永远伫真侪教会里发生。咱人受罪恶、骄傲、死亡来控制。伫咱人本性顶面，咱人以为较家己做家己的主人啊。这是咱人自我中心的展现。甚至咱诚做基督徒，你讲要交托，这样代志就真困难的代志。
人的本性嘛，意愿啦，爱掌握一切。安尼咱较有安全感啊。人生嘛是永望空得到什么好处？咱讲养儿怎么样？嘛爱防老啊！我对虽然在你饲啊，即阵你嘛是爱在恁爸爸照顾，这意思嘛有啥物好处？甚至咱有这基督徒信仰了后，咱嘛共款产生错误的期待，咱倾向什么？交易式的信仰啊，就是我有付出，我得到什么回报？这是咱一般民间宗教的信仰啊。咱唔通要期待透过咱来教会礼拜，咱有奉献，咱有真多的服侍，咱要对上帝遐得到什么？上帝啊，你爱祝福，阮规家伙安尼服侍你，你嘛爱祝福阮。当上帝对无照咱的期待予咱的时阵，咱真容易就变面啊！各位兄弟，这个拢是魔鬼上厉害的武器啊！当咱人感觉有的物件拢是靠咱家己的时阵，就会看轻别人，感觉我这个人比别人较强、较优秀啊！还是有时咱这个人有真多的唔甘愿、委屈、怨愤来产生，直到咱渐渐放大咱家己的问题，自然而然，我这个人就超越上帝。咱的分量、咱的重要，就超越上帝。也是安尼。就是陷入魔鬼的计谋的中间。当用人的想法，无用上帝的做法的时阵，咱伫政治的问题、伫族群的问题，就永远无法度改变。甚至咱教会内底有侪文化的冲突、传统顶面、时间顶面的冲突。这意见无同款，拢无法度来改变。咱看有真侪教虚伪，就是安尼。因为咱人的骄傲，咱担心，咱着惊，咱坚持，就是安尼做。安尼做呢，要巩固咱的堡垒啊，互咱有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底。咱坚持咱家己的想法，直到咱唔敢放手呢，交互上帝啊。咱嘛听讲有真侪教会退休的长老，搁伫后壁你操盘呐，搁伫控制现在的小会员呐，教会怎？较紧嘛是出问题。伫到咱信仰里面，咱毋敢放手交互上帝，互咱有受调整的机会，互上帝将咱属灵的目睭来拍开啊，互咱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发生伫教会的代志，发生伫咱国家，无管是政治、族群的代志。等于咱用上帝互咱的角度来看，咱有法度来包容，咱有法度互相来扶持，甚至互相来牺牲啊！这是为什么几十年来，咱台湾共款安尼吵吵闹闹，甚至几千年来，咱教会内底不断有纷争一直出现。咱搁来看一遍今仔日的经文，第80到第90。我相信今日咱会对这2节的经文真诚实，无输来读。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着神，这也毋是出着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，毋是出伫恁所行，免得有人夸口。保罗处理一无所教会的问题，他不纠结在问题的原因，咱讲伊无停留在犯罪现场。当咱伫犯罪现场时，咱看不到全貌。看不到完全真实。保罗直接
因带到赏赐恩典、救恩上帝的面前。诗篇第8章第8篇第40安尼讲：世间人啊，恁算什么？你管顾伊。人的囝是什么？你管顾因啊。各位兄弟，上帝对起初创造开始，就是特意要救咱全人类。甲咱人的本身所做行为，甲你是什么政治、什么族群，迄拢无关系。上帝是公义审判上帝啊！照上帝公义、上帝圣洁，咱无一个人有法度徛会知，嘛是无法度有一个人有法度得到救恩。但上帝嘛是有怜悯的上帝啊！上帝的怜悯是咱全人类得救的机会。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互咱恩典，互咱透过这个恩典，脱离咱应该得到的审判。咱人接着，咱人就要谦卑，信靠上帝互咱的这个恩典，领受对上帝来的怜悯啊！上帝怜悯咱，咱敢唔免怜悯别人？只有上帝的怜悯，会使互已经死的人，已经失去希望的人，对立冲突的国家、的社会、的教会，有经历出死热心的迄个转变啊！换一句简单话来讲，咱人是靠着上帝恩典，因为咱的信得到救。真啊，遮简单啊！尔，毋是咱偌拍拼。人得到救，真做基督徒，规个过程的经历是上帝主动的行动。这是保罗对2000年以前以弗所教会讲的，嘛是对咱现在的讲话。各位兄弟，咱拢是蒙恩的罪人啊！咱白白得到这个恩典，这个救恩，咱就爱常常算效主对咱的恩典啊！这毋是歌咧，时常算效主恩典的人有2种的好处。第一个好处就是伊袂骄傲，因为恩典对上帝来，伊袂骄傲。第二，伊伫患难中的时阵，伊有倚靠，咱毋通清彩就袂记个上帝的恩典来离开伊，想要倚靠咱家己的高，我们自己的能力。今仔日的经文第2章第10节，互咱知影，咱人得到救恩了后，是咱生命第一步啊！第2步就是咱如何来回应上帝对咱的救恩，安尼较有意思。咱来做伙来读第2章第10节，今日的经文第2章第10节，来请，因为恁是伊所造成的，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，就是上帝大先备办要互咱行伊。咱得到救恩了后，咱就要有行动。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有最的计划，但是真多的基督徒就停伫遮，得到救恩就停掉，真多挂名的基督徒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代志。各位兄弟，当咱愿意悔改受洗，真做基督徒的时阵，信心的大规律就已经甲咱同在啊！互咱领受上帝寄予迄名分的恩典啊！嘛，互咱有信心啊，叫做耶稣基督，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啊！我们要善加利用我们这个新创造的人啊！咱这个新创造的人是什么人？咱进前伫加拉太
二章20节安尼讲，加拉太书2章20节有安尼讲，安尼现在的我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的我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咱这个新创造的人，是基督伫咱内底的我。以前咱毋明白上帝的时阵，魔鬼是咱的主人。但现在咱是属于上帝啊，上帝是咱的主人啊。你信仰的路程的中间，咱要有一个自觉，咱的性命好像一个半成品。咱的性命，我们的生命好像是一个半成品，还无完全啊，还无完全。上帝就拿迄个陶匠同款，不断的起造咱、立咱的款式，并且咱这个新创造的款式，是会不断互上帝来调整、调整，直到咱见主迄天啊。但是这个过程中间，上帝嘛，互咱家己选择，咱是要停伫遐，成做挂名的基督徒。还是咱愿意配合上帝对咱的呼召？上帝愿意将这个主权、这个选择交予你，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？各位兄弟，上帝已经赦免咱的罪过，嘛毋望咱活出新的生命，咱毋通停止伫遮。咱每一次来到礼拜堂，来到教会，咱无离开教会，咱就是有，咱原来对上帝有信心，希望上帝来改变咱。咱毋通互咱家己限制，咱要勇敢来回应上帝伫咱生命中对咱的呼召，不断伫咱的生命中来经历耶稣的死。过耶稣的我，迄款的毋望啊！可有人问牧师，我毋知影上帝对我呼召伫什么啊？你爱祈祷，读圣经，你来问上帝，上帝一定会甲你讲。牧师要讲的是，上帝留咱人伫世间，还阁有一口气的时阵。对咱每一个人拢有极大的心意，甲呼召。即阵真侪长辈拢伫厝里休困，无来教会做礼拜，是疫情的关系，嘛是有真侪长辈是身躯病痛的因素无来。当牧师拜五、拜六你拍电话的时阵，有感受到咱长辈因的身躯病痛真艰苦，敲电话这个动作对我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，因为我较早就是专门咧敲电话，但是敲这款电话无简单，怎样讲呢？听到咱的长辈咧讲，牧师啊，我感觉我这阵肺也真悬。可能差不多啊。阮囝伫美国吼，嘛赶袂转来，你可能爱帮我办。听到即款的代志，牧师心内嘛是真震动。这礼拜嘛听到丽水兄你讲，牧师啊，我讲丽水你有平安无？牧师，我也无平安，伊逐边去拢无平安的啦。牧师，我原本爱人照顾咧。阮太太吼，大肠癌开刀了吼，即礼拜伫厝诶搬3遍，即摆吼反正爱我照顾伊啊。阮一个88岁吼，照顾一个85岁啦，我已经强要挡袂牢啊。因即摆吼要赶快辛勤外劳来照顾啊。伊即个情形就拿许愿箱共款嘛。当每次一个跋倒的时阵，袂叮当的时阵，许愿箱嘛爱人照顾，身躯是真好。但是伊呢，伊家己都无好啊，爱过来照顾伊。
但是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的长辈嘛，互牧师真感受因对上帝的敬畏、对上帝的信心、对上帝的倚靠，永远伫着。因永远关心咱的兄弟姊妹。昨日做兄特别关心郑小姐，可能你周报有看到，有周报看到，用你查我小关心者，伊之前嘛有关心惠良，关心惠良，甚至来关心牧师，恁爱穿好烧，食好饱，牧师真感动。长辈这款的行为，嘛是回应上帝对因的呼召，敢毋是咧？所以你毋通查牧师讲，牧师我毋知影上帝对我的呼召是甚物。最后，无管是伫政治，还是族群顶面的问题，人活伫这个世间，都是有侪的苦难，有侪的限制。特别伫这个疫情的顶面，有侪互咱惊吓的代志。一天对10几个人过身，20几个、30几个、40几个，这几天拢是100几个咧过身，互咱惊吓。甚至伫咱的生命中嘛，有真侪真歹解决的问题，互咱人来看，无解啊，无可能有解决的。但是各位兄弟，这个问题拢会在耶稣基督的听内底，耶稣基督的恩典内底受解决啦。阿门。当咱的心内，咱感觉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咱像某一个人，咱迄个结无法度解决，咱来放手。耶稣基督的听，耶稣基督的恩典有法度帮咱解决。当上帝呼召牧师要做全职的传教者的时阵，伫现实顶面，我有真多的欠缺，我有真多的无够野。我毋是像人伫细汉就是伫教会来长大的，我圣经可能还阁读无一遍。我嘛有真多的怀疑，真多的惊吓，我敢达到这应晓的积分吗？但是最后，我愿意回应呼召的原因，有一点我真清楚，就是我的生命的过程中间，我经历了那保罗经历的出死入生，这大的改变甲调整。过去也毋是上帝接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对阮的救赎。我现在一定同款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人，虽生有死啊！咱即摆社会毋是真侪人是安尼吗？我的人生已经继续是乱七八糟，内心同款真空虚，无一点仔毋茫。但因为耶稣的恩典，互阮这个家庭完全得到救赎。咱讲出黑暗入光明，这是生涯的记号啊！这嘛是无可能变成可能啊！真侪毋知影牧师是第一代基督徒讲，牧师恁全家拢信主吼，阮无咧，阮兜今仔我信主啊尔，阮爸爸妈妈、阮兄弟姊妹拢无咧。各位兄弟。咱有法度明白，这个上帝是极大的恩典啊！咱来顺效上帝恩典，咱来回想，是上帝是带咱规家伙出死入生，迄个毋茫。而这个背后的日子，各位兄弟，有真多灾害困难，比较早更较严重，伫咱头前咧等咱。咱来不断用咱的信心、咱的信仰、咱来见证一项代志。耶稣基督是迄个带咱出死入生迄位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，
来救赎阮。阮真侪上帝国的子民，有份伫迄个永远我的毋望。你信心大开力的扶持，帮助阮，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勇敢的回应主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呼召，互阮用你赏赐阮的恩赐来见证主你的荣耀。阮来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，圣诗480首，圣诗4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，请会众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书献当工。
请坐。公道，请掀开周报内面。大道事项、教会意向、宣传正信徒、万民该做事。第一项为着基体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陈丽水、卢雪英、洪甘枝、石玲玲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谢丽慧、刘慧忠、赖胜雄、陈秀荣、杜昭、林以诺、陈德明、陈义利、萧辅元、曹泰牧师、江玉秀、李念之、邱佑美、刘秋敏、陈昭明、张朝明、汪世军、张美美、千惠父亲、胡义梅。第二项，为着教会确诊居家隔离的兄弟姊妹身心灵平安，嘛为着台湾的防疫政策、医疗资源求助保守。第三项，为着全球族群、政治、宗教的原因所产生的对立，毋望伫耶稣基督的和平甲权能中会当得到化解。咱同心齐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向阮显明你的慈爱，互阮经历到你及时的帮赞，生活所需要的无欠缺。主啊，你伫阮的心上的旨意，有时阵阮无了解，但阮深深相信，你为着阮备办的未来，对阮来讲是上好的，是上适合阮的。伫患难中的兄弟姊妹，求主拯救；伫病痛中的求主怜悯医治；伫顺境中的求主上帝驾驶合适感恩。求主，互阮知影怎样领受你教用的恩典，互阮伫软弱欠缺的时，有能力会当将压力交托。保持心灵甲身体的平和甲健康，即时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试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下周的圣工事奉团契聚会，请大家注意。教会消息。第一项，6月5日后一个主日是
圣灵降临节要举办本年度第3摆的圣礼典，且要受洗跟信礼的兄弟姊妹向牧师报名，以方便安排相关的代志，也请各位会友备办家己甲主同齐宴席。第2项，要互爱餐服侍当工有更较好的环境、便利的工作环境。教会1楼的厨房料理区要进行全面的改装装潢，请期待。第3项甲第4项伫顶礼拜拢有伫周报刊登，咱家己来看。教会消息，团契消息。第1项，少年团契、金色团契甲妇女团契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5月份的聚会拢总暂停。第2项，社青团契甲少年团契，因为疫情嘛真紧张，所以5月份的聚会拢伫咧线上聚会。奉献的明细，若有错误，请向会计来更正。上营圣诗515首，圣诗515首。请会众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互咱有勇气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，经历出死入生迄款愿望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
灭岛避讳，